菜，嗯你知道吗？嗯就是他们总以为我是内向，嗯不愿意出门。嗯哎，我想说，他们真肤浅。我是内向吗？我他妈是没钱。我要是有钱，你们连影子都看不到我。哎，肤浅。哎，那昨天、前天、大前天在酒吧的见到的是谁呀？你不知道我有个妹妹吗？和我长得差不多的妹妹。哦，好，妹妹都贡献给酒吧了。姐姐呢？姐姐内向，哦，不喜欢出门。贡献给家。